早晨啊，各位！我哋今次嚟一個新地方，梗係介紹新產品啦。Therabody 全新 Jet Boost Prime 終於出咗啦！運動員必備，熊貓至愛嘅恢復神器阿叔腿套。腿套大家都唔陌生啦，咁呢個有咩咁特別呢？全新嘅 Jet Boost Prime 佢係 portable 嘅設計，大家望下，係咁多噶啦，一嚿電用到3個鐘，中間咧完全冇任何累贅嘅嘢嘅，所有管咧都收晒喺入邊，係旅行嘅首選。近來咁多外地賽，大家帶佢上飛機去比賽都一流嘅選擇，簡單易着，4個氣囊，充氣勁快，比同類型產品快好多。醫用級別嘅物料，一抹就清潔完畢㗎啦。稱咗出嚟2.5 kg 左右啦。熊貓介紹得，梗係操作簡單啦。Type C 充電，開關掣，時間掣20、40、60同埋無限，力度咧25、50、70同埋100%。熊貓咧就中意用75開波。腿套有3個 size， 細、中、大。熊貓一碌9用緊中碼，按我嘅感覺咧有啲似老師傅，有啲溫柔而且結實嘅感覺。講起咧都有啲眼瞓。下條片再見大家啦，我瞓先啦。